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去年诈骗的出头占上济是投资诈骗。有的受害者被骗了后，因为钱拿袂回来，心内郁卒，甚至是想袂开。精神科医生表示，受害者若歹势甲厝内人讲，会当去医疗机构，千万唔通个代志拢积伫咧心肝底。 诈骗案件出头千万遍，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台湾去年诈欺案件总共发生37000多件，以投资诈欺31.13%上济。第二是 ATM 改图分期付款诈欺19.44%，网络买卖诈骗占12.34%排第三。诈骗的被害者唔但上下包嘛上心肝，有人互人骗去了后会感觉见笑、郁卒不安、自责。有受害者个案的朋友表示，伊的朋友对外商公司退休，互人诈骗了后拢唔讲话。 他也没感觉那是被骗，因为那是熟识的。事情出来之后，后来他等于说，他开始就觉得，这个东西变成影响到女儿费用什么的，所以他很多东西他不太敢讲，情绪上整个就焦虑起来，在家里也不再讲话。精神科医师表示，定看到的案例是民众感觉互人诈骗是见笑代，会出现自责否定家己才的感受，造成情绪歹、心情歹，佮歹势甲亲情朋友讲，甚至有人因为安尼想袂开。医生指出，这个时阵身躯边的亲人佮朋友一定要鼓励，引起寻求协助。你可以用一些他，例如说身心上面的症状啊，你最近睡不好啊，用一些方式能够去请他来求助。那也许他对于一个你身心的亲朋好友不方便去讲他自己心里的事，可是他对于医疗是一个比较是第三方的机构，他就比较能够去讲出他心里的困难。另外，医师嘛表示，因为互人诈骗出现心理症头的人，较会出现情绪无稳定，有可能就会较歹斗阵，造成身躯边的人真困扰。亲友若是佮责备，颠倒是会来造成第二界的伤害。医生建议这种时阵会当先保持距离，冷静了后修复关系，才看看来处理问题，避免直接的硬拄硬造成恶性循环。记者王可选社桂林台北报道。